經過10年嘅爭取，到咗1974年初，中文正式同英文並列為本港嘅法定語文。立法局同政府機關嘅會議程序都由專人負責傳譯工作。政府同市民之間嘅溝通同埋來往文件，亦都可以用中文。法律地位同效力同英文相同。1980年今日，郵政署宣布，由於郵務員嘅工業行動惡化，決定暫時終止掛號同保險郵件、本地平郵、印刷品同埋平郵包裹服務。當局經過2個幾禮拜，將所有積壓嘅郵件清理之後，郵政署長喺1月下旬宣布恢復所有停頓嘅郵遞服務。1951年1月，韓戰進行得如火如荼，漢城飽受炮轟，市內大部分嘅地區着火焚燒，有80%居民無家可歸。當時漢城已經落入北韓手上，盟軍後嚟。當執法人員來到四川廣漢的這家食品廠時，車間裡的工人正在生產。